博客冠军携下马酒礼仪旋风来袭。第一届我是超人杯默默看起来不错，懂得去用脚下的功夫去。带你揭开蒙古博客的神秘面纱。好，OK。冻结活生生的被扯了回来，冻结都开始用别的方式了啊！我们这边还有5个苹果就结束比赛了啊！我是超人，带你感受最炫酷的民族风情。欢迎各位来到全民打卡运动健身服务类节目，我是超人，大家好，我是郭涛，又见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璇。大家好，我是陈北。我们节目的口号是：我是超人，做自己的超人，一波三连。依然来看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吧。节目现场，各队员根据体型分为4个队，将在4位队长的带领下进行比拼。各队队员每人佩戴一只智能运动手环，手环将持续记录队员在节目录制过程中燃烧的卡路里值，总值最高队获胜，并将有惊喜奖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2维码，一起来运动打卡吧！哇，欢迎回来！其实今天的这个项目非常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运动项目是个民族的运动项目啊，民族舞。民族舞我们以前也感受过。对，其实我们就这样说吧，它是蒙古族人民的啊，蒙古族的运动。是的，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呢，其实，在蒙古族人民呢，在每年的夏天，他都会举行一个那达慕大会。在这个会上呢，会举行射箭、骑马、摔跤这样的运动项目，而且这个3个运动项目，其实在我们当地的这样的男人身上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也俗称男儿3艺。那我们今天是要骑马还是射箭？你觉得呢？今天我们这个场地有限，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介绍的运动是蒙古族人民的摔跤运动。哦，是摔跤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几位就是蒙古大汉了吧？应该算了。应该算是。我们来看看他的体型好不好？很厉害了。有请我们今天的超人。有请，有请。有请二位，有点不敢离他们太近，感觉是。好庄重啊，我觉得。哇，我说话声音都变小点了，我觉得。来，先请2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敖登速度，来自内蒙古。大家好，我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蔡因基亚。敖登速度，256人博客比赛4次冠军，128人博客那达慕58次冠军，赛因吉亚512人博客比赛冠军。好，你们好，你们拿的是哈达，应该是哈达。好的。拿了1条也蛮尴尬的，那要不要送给我们的女士？带了3只。3条。郭涛不会数数，也是蛮尴尬的。要先给女生吧，对，我们璇姐。好，哎呀，好，谢谢。哎，我们接这个应该在蒙古语里要塞拜弄，然后这是马奶酒，啊，这就喝起来了。我真的要喝吗？一饮而尽啊！哇，璇姐来，璇姐下半场就晕乎乎的主持节目了。哎呦，还挺秀气的。好，哎呦，不错，好了。好，谢谢。好，一上来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浓浓的民族气息了。是。哦，谢谢。还有，一干而尽，哇！哎呦呵，我就直接拿壶吧。
你要胡干了他是不是？好，谢谢4分钟。哇，豪爽！哇，好嘞。哎呀，这个能不能用蒙古语来自我介绍一下？ Самбацаано өрхөн музыкчтай миний нэр Одсод Өвөр Монголын Шилэнгол аймагаас сурчилдаа. Та нартайгаа уулзсандаа баярлж байна. 哎，大家好，我叫我叫敖登苏都，是不是？非常高兴来到《我是超人》这个节目，翻译一下。大概字幕老师现在晕了，说好嘞，OK。 Самбацаано миний нэр Сайнзаяа. Шилэнгол сурчээ. баярлалаа. 刚才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叫蔡英杰啊，来自锡林郭勒。谢谢大家。这自我介绍。果然是贤姐说的啊。好，我们稍微有点拘谨啊，因为这哈达就叫神圣就要开始了。因为我看到2位老师哈，就是这个体型，我突然觉得自己我本来就很娇小，就觉得更娇小了，说话的声音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很弱。我们都压着声音现在。哎，刚刚我们说到哈，蒙古族这个摔跤啊、射箭、骑马都是你们的看家本领。今天我们要说摔跤，那我们其实不知道蒙古的摔跤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蒙古国的摔跤是鹰字步。鹰字步啊，是老鹰的鹰，是不是？对，老鹰的鹰，对。能给我们做一下那是个什么样的手势吗？就是像雄鹰一样哈。对，内蒙的摔跤就是刚才我们我和杰老师示范的那个跳跃金融。跳跃，那个是代表什么？代表着我要挑衅你。代表就是热身。这只是个热身，这个就是热身是吧？热身啊！我们现在说的汉语是摔跤嘛？那蒙古语说摔跤应该怎么说？博克就是博克啊，博克哈，博克，哎，是写的博克，博克。搏斗的搏，所以说到了博克，2位老师其实都很厉害，因为我这儿有一些这个非常厉害的成绩，取得很多冠军。对，据说我们的老师在不同，我其实特别的奇怪，老师你们的这个博克摔跤法是按人数的多少来评判的吗？不是按这里有说是1024人的博克摔跤比赛，这是有1024个人的比赛，这是一个总体的人数。总体数是1024。就是你一个人要摔这么多人吗？不是那是怎么个摔法呢？就是第一轮摔完了，就是剩下的512名。这样1对1的这样，1对1这样淘汰赛制，淘汰赛制，我以为一定要对1024人，那是杀出重围啊！我这儿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就是我们的敖教练曾经在128人博克的那达慕当中获得过58次冠军。现在我们西蒙一代的这摔跤手们，大部分都是获得过50多次的，50多次，有的400-500多次冠军的也有，400-500多次，那得摔多久才能积累这么多人？那是在多少人比赛的里面呢？那都是最多是1024，最多完了是512、256、128、64。32这样走，所以就是必须是双数才可以。是。那为什么蒙古族的人这么爱摔跤这个东西呢？对于你们来说，它的起源是什么呢？起源是什么？这就是远古以来，就是人和这个动物之间的格斗当中，就是慢慢就传下来给我们骑马、射箭、摔跤是男儿三艺，就这样的。到现在给我们传下来的是，我就想看一下，哎，这个你们这衣服都服饰非常有特色，哎，你看这个是好像2位老师的不太一样，就是我这是银色的、白色的，这是金色的，有什么讲究吗？没有讲究，到自己喜欢。要什么颜色就是。这个是由自己的喜好。那脖子上的这些呢？这个大项链这么粗。这叫博克手的金嘎，蒙语叫zan嘎。这是一个摔跤手达到一定的就是比赛成绩，那获得的冠军，多了以后就是当地的政府部门。所以这个像我们就是这个运动员被颁发的金牌一样，就是整个这个环是政府来颁的，是吗？是政府来给颁的，这是有政府部门发的时候有证书，
哦，有证是有书，政府的那感应啥的。只有政府才有资格。所以是得了冠军就有一个这个吗？还是说，就是这一个就代表比了所有？如说啊，128个人参加的那达慕，获得过8次以上的冠军，这就政府部门发，会发一个这个奖但是任何人个人奖杆啊，什么个人组织，就是那个协会。不可以，不可以发啊，不可以领先，只有政府没有资格。哎，这是荣誉的象征，对，荣誉象征。我问一个题外话，平时你们这个摘下来之后是放在哪里吧？供起来的吗？因为这个对于你们来说绝对是荣誉的最高象征了。你们会把它放在哪里？在家里？家里的最高的地点。哦，放在最高的地方。哇，对，可以就是荣耀的一个显示。对，而且你看，跟我那个放金牌不一样。您是放您金牌放哪里？藏箱子里。保险柜。保险柜。其实我们开玩笑啊，但是还想问一下，您看您的服饰当中，其实裤子上还有腰带上这些也是有一些讲究吧？这都是图腾吗？还是什么呀？这个啊，这是蓝天白云。哦，这代表的蓝天白云、绿草，绿地。蓝天白云绿草地，绿草地啊。蒙古族人民都是跟大自然融入一体的民族吗？是。哎，老师呢？其实我就是想追问一个问题，像您刚才说了，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庆典啊什么的都会有摔跤嘛。那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随时随地就会摔起来吗？就我今天开线来摔一跤，想摔就可以摔啊！啊，没有场地什么男人，互相挑战单挑可以摔。哦，随时都可以。哎，来吧，来吧。你要被摔吗，郭涛？不像就是跟柔道啊、自由式、国际式，不像他们就是不分体重，不分体重，不分年龄，就是不分民族，都可以想摔就行啊，一脚定胜负。只要你愿意，可以参加，就可以参加了。对，那我们的规则总有吧？总你是个比赛吧？对，因为在比赛吧？对，是比赛就有规则。一脚定胜负，一招定胜负。比如呢，怎么样才能算胜？就是着地接触地方就，就只要身体接触到地面就输了。就是只要我跪在地上也算输了，输了。哦，说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在摔的时候有没有其他就是不可以运用的方式？有呢，有违规的一些动作，比如挠痒痒，不能挠，不能摇，不能揪头发，是不是？不能抱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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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也不能掏腿，就是用肩膀这样互相挠痒痒。腰带以下的哪个部位碰手就是犯规腰带以下不可以碰啊。我们这边有几张照片，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比赛现场是什么样子的，来看。这个就是所以说比赛当中，教练哈，只能是用你的上半身来进行搏斗，对吧 ？OK， 还有一个，哎，这个是怎么判断？这是输了，那个就已经输了，这个就输了啊。那如果是这样，只要一碰到，就是怀冠军以上到地就输了，还是说我到地了以后需要有多少秒吗？没有，没有啊，一触地就输了，一触地就算输。哇，那这比赛应该还挺简单利索的啊。但是还是有一道问题准备给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的摔跤比赛必须参加人数是单数呢，还是双数？答案 A 是单数，答案 B 是双数。那电视机前各位如果知道答案呢，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的答题。是的，如果你想挑战他们的话，可以艾特我们的官方的新浪微博来发起挑战。如果你够厉害，我们会有相应丰厚的礼品送给他们。是的，刚刚说的摔跤是蒙古族人民男儿的看家本领，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其实蒙古族的女生其实也是蛮厉害的。那现在在博客，就是在蒙古族有没有女子的博客？女子也有，也有。80几年开始是。哦，80几年其实就开始了。那参与的人多吗？参与的人。最多是摔过128个人，128个人。那现在就是女子，她为什么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竞技项目里面去呢？因为男女平等啊。因为男女平等吧。真的是这个吗？真的是男女平等吗？说那个柔道、国际式摔跤都有那个女子对呀运动员。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那个女子的摔跤，好不好？女子摔跤，女子博客。你看我们这经过不让须眉的都是。哎呦，谁愿意上来尝试一下？今天是女子摔跤，这叫女子摔跤。好，我们2位教练指导一下，好不好？让那个我们今天我是超人举行第1次女子博客，好不好？好，来，贺楠愿意来，贺楠。大圆圆哈，
默默，来，还有一位啊，小童是不是？小童4位。 4人女子博客比赛游戏规则：4名队员2一组进行摔跤比赛，胜出的2人再进行最终的冠军比拼。膝盖以上部位先着地即为失败。我们开始比赛之前，还是有2位教练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个规则摔，好不好？礼仪跟这个规还有动作，我们可以没有规则带货，但是要有礼仪，好不好？啊，好，演示一下。首先我们要先握手。 好，接下来开始没有交衣，所以直接就开始。好，演示一下他们怎么腰带拉着腰带来摔。对，好的。好，小心啊，小心！直接就开始了。就是要保护自己，不要那个摔倒，其实就对了。对，下盘要很稳。都是尝试性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赛教练得1分，对不对 ？OK。 你赢了，已经赢了，因为是1招决胜负。您直接进入到下一轮比赛了，就是。对，1招制敌 ，OK， 很简单。好的，来，有请我们的队员，谢谢我们的教练的演示哈。没有规则，但是需要礼仪 ，OK， 好。好，先握手。老师，您好嘞，握差不多了啊，直接就可以开始了，是吧？现在。对。我们没有。直接抱住彼此的腰了，可以啊。好，开始，我们开始。好，开始。加油！ 哇，默默看起来还不错，懂得去用脚下的功夫去。哎，这个该怎么算？怎么算啊？对，哎，小心，2位小心。教练，他们俩同时好像着地，这怎么算？这个我赢了吧？贺楠赢了，因为我在上边。对。OK， 好，接下来恭喜贺楠第1轮不对等的级别。哎呦呵。 老师，这样好了，老师以你们的摔跤经验看这个身材，你们觉得是这一位比较厉害一点，还是这个苗条比较厉害一点？大圆，你千万不要赢啊！各有各的好处哦。哎呦，好嘞，老师也看不出来，给了我们小童信心哈。对，我们也留一些悬念。好的，好嘞，开始吧。就先抱着。先握手。对，握了啊！好，来吧。直接上来就抱。就要卡住。卡住。哎。 要抓住他的后腰。我觉得圆圆可以直接就把小童给提起来，把他翻过去。圆圆，你可以用脚对。哎，好嘞。我这感觉是小童自己就是自己下去了。好了，接下来冠亚军赛啊，终极赛，贺楠跟。来，我们终极赛，还有，先握手。 抓好把位，好，抓好把位。来。好，比赛第1有1天啊，直接开始抓把位。这样后面就开始叫。准备好啊，开始。哇，哎，主动出击。哇，大圆圆厉害，主动出击。哎呀，快！小心！哎呦，我操！贺楠还好吗？没问题，其实很轻柔下去了。哎呀，我的妈呀！你们两个谁先着地？你先着的地，而且感觉你被肘击了。我们按正规的来，如果他获胜，接下来是该怎么样？好，耶！恭喜！好了，接下来你就被我们的选手娶回家了。第1届女子博客赛有什么感觉？那个几位选手？ 之前我跟默默吧，我们2个就是还很 happy 的，然后突然之间，可能我是一个巧劲儿要胜了，但是针对大圆圆就不行了，因为她很有力量，真的抓上去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其实抓得很吃力，然后重量上就很容易吃亏了，对，吃很大的亏。她稍一压过来，我基本重心就不稳了，因为大圆圆很扎实，你推不动，飘啊，一下子就对下盘不稳。但是我特别想问问，在这场上的4个女孩子里面的一个女孩子叫默默，默默跟我们说她很想报名参加这一个项目，因为她曾经就在内蒙生活过。 哎，你有见过这个那达慕上面的摔跤吗？当时真的是有见过的哈，因为我就是蒙古族的你就是蒙古族，第1轮就被淘汰了，好吧？因为虽然是可能体重大了，但是因为贺楠体重小，就有点不敢使劲啊。秉着还是友谊的精神。你看到的这个在自己家乡里面的那达慕比赛都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会有一个开幕式啊，就是摔跤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博客会有一个走场啊，走场还很宏大的这种场面。对。然后草原呀，整个的感觉都特别棒。对，所以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去草原去感受一下。那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练过？有没有练过？没有练过。一看就不
没练过，我这今天可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哈，尝试这个，第一次尝试。好，大圆圆，你也不用讲原因了，获奖原因也看得出来，这4个体型当中你肯定会获奖。获奖感言，对，直接发表感言吧。还是自重加了分吧，我觉得。对，你蛮自重的，在台上。对，我很自重啊。对，然后其实比较不敢摔，但是最后我觉得有没有摔疼你啊？啊，没事，没有吗？小意思。哎呀，真是最后自己因为摔倒那一刻自己也控制不住，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大圆圆得冠军嘛，是吧？对。其实我们的冠军也有奖品的。对，这个奖品还是我们的超人特意选择的，说这是根据他们这个民族的习性、民族特点，在这个摔跤比赛结束之后，专门会有一个特别的礼物。来吧，我们老师把这个礼物拿上来，把我们的冠军的奖品请拿上来。哎。我们的奖品上来了，是只羊，很可爱。为什么是羊啊？对啊，就是我们蒙古族拿大帽冠军是不同的，给的奖品也是不同的。哦，有的是给一份骆驼，完了就是998亿的奖品，小一点的是给一匹马，或者是给牛呀什么，最小的就是给一只羊，给一只羊。998亿的奖品。今天的这个比赛是算是我们。最小的比赛，最小的比赛，因为就4人比赛啊，人数最少的，所以颁发一只羊，这羊我觉得不够他一个人吃。哎呀，4人比赛发一只小羊来，大圆圆接过你的奖品，也是我们草原上的，厉害，认证一下。谢谢老师，谢谢。刚好也是圆圆昨天生日，对呀，谢谢老师，谢谢。好嘞，谢谢老师，谢谢4位，好。那刚刚经过了我是超人第1届女子博客比赛之后呢，就到了我们的打卡环节。哎，是的，今天我们带来打卡的是来自简约的教练大志，让我们有请他。Hello， 大家好，我是马龙，大家可以叫我大志，又见面了。那么刚才我们的运动非常的激烈，接下来我要带大家做一段热身的运动，是由简约出品 T20 极速燃脂。接下来动作非常的简单，把我们的双腿打开。OK， 肩膀放松一点，向上提肩，右肩、左肩、右肩下、左肩下，4个动作。接下来双肩同时向上，第2个动作，1、2、3、4、5、6、7。OK， 那么一个简单的热身。接下来动作稍微有点复杂，把我们的右手和左手交叉，身体略微的向我们的左侧倾斜。1，蹲下来，打开；2，反方向，打开；3，交叉；4。再一次交叉，最后一个动作，向侧的迈步，2次并步，手臂向后绕环，收腿，绕环，收腿，然后接上我们刚才的这个交叉，5、6、7，走，4、3、2，反方向，绕环收，绕环收，交叉还是右手在上，对，把这2个动作连在一起了 ，OK，Let's go，Come on。调整一下呼吸，对，这一段是非常有街舞感觉的动作，加上我们的膝关节弹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感受一下音乐，身体放松一点 ，OK， 非常棒，注意你的膝关节，4、3，右肩向上，单肩抬高，1、2、3、4，再来。Come on， 继续保持，非常棒。对于我们的协调性的锻炼，双肩一起来，爆！感受音乐，再大一点，双手交叉，慢，慢把你的身体压低 ，double turn， 不，爆，漂亮，向前迈步。让我看到你们的手臂，那 ，Come on，other side， 那，最后2个，是，坚持到底，最后一次，给我一个造型 ，OK， 非常感谢大家。先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燃塔值是多少，看一下大屏幕。恭喜我们的 L 队暂时领先。
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跟老师聊聊这个我们的蒙古式摔跤。是的，这个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虽然说没有没有这个规则啊，特别的一些设定，但是还是有技巧在。是的，其实我首先觉得应该是要有力量，对不对？像我们大圆圆自身就非常有力量。接下来呢，就玩一个游戏。刚刚不是说到，博客最重要的，首先第一点是要力量嘛，我们就玩一个这样的游戏。是的，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特别的无厘头，叫做“为了苹果冲啊”。为了苹果冲啊！游戏规则：4名队员2两一组，腰部分别固定在拉力绳两端。游戏计时1分钟，双方队员需要抵抗阻力，拿取前方竹篮内的苹果，放入自己胸前的口袋里。拿取最多苹果的队长获胜。好的，我们现在呢就是准备开始我们的游戏哈。冻结和我们的海潮。好，我们要3、2、1开始啊！3、2、1开始。哇，冻结好快！冻结加油，加油！海潮稍微有点落后啊。海潮，你去哪儿？海潮，我跟你讲啊，冻结一直有个称号，是我们我是超人的黑马型选手。对，加油！加油！加油！冻结的苹果已经要拿光了。海潮。好，你已经输了。对，停。冻结已经把苹果全部拿完了。是，我们苹果准备的是不是太少了？冻结是非常快速的，你用了什么方法？因为我力量应该是没有他大的。先下手为强嘛。所以就是在趁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是歘的一下就冲出去了，是不是？对。我要问一下海潮，海潮是为什么刚刚出现这个情况？我力气没他大。力气没他大，他力气没他大，但我觉得其实还是鼓励一下，一会儿拿个苹果吃一口啊。那你回家多练练力量，好吗？好，接下来换另外一组，加油！好的，来，各位准备好，3、2、1开始。好，为了苹果冲啊！哇，Leo被拉回来了，好精彩啊！哇，Leo怎么了你？Leo，特别火，加油！哇！哎，默默，犯规啊！默默犯规！哇，真的这个，子磊好厉害啊！拉绳子，先拉绳子过来，对。这个看起来力量强，力量重一点的，还是重心会稳哦，对吧？哇！怎么回事？好了，显而易见了。对，这一趴石磊获胜吧？石磊是完全的这个实力获胜哈。对，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一轮冲啊，为了苹果冲啊的总决赛。黑马对我们的长得比较黑的马。对，来有请2位。好了吗？2位？3、2、1开始。加油！冻结活生生的被扯了回来。冻结感觉还蛮厉害的，胜利就在眼前的刚刚。对，是的。加油，冻结！冻结，别放弃啊！冻结！你可是传说中的我是超人的黑马。对啊，黑马今天就要下马了，看来是。冻结的开始。哎呀，快！我们这边还有5个苹果就结束比赛了啊！2、1，停！好，哎呀呵，冻结！哇，冻结真的是有一点拿着你的空袋子。你知道吗？冻结在第1秒的时候，眼睁睁的就看手碰到苹果了，突然一下就被扯回去了。哎呀，所以说看力量型还是很重要的。对，在这个比赛当中，我觉得力量对于博客选手来说，像这种竞技来说很重要。是的。但是冻结刚刚有个特别好的，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他一直在地上爬，也爬了30秒。对，一直撑到了最后，应该说。对，这就是其实竞技体育最重要的坚持到底，很棒的哈。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同样也是要恭喜我们的石磊啊！对，石磊获胜，恭喜。 OK， 那个就是你的奖品，那也是你的奖品。那一袋子苹果可以拿走，也是你的。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的赛老师来颁发这个羊，也是我们博客里面的一种习俗啊。好的，恭喜石磊。好的，我们刚刚通过一个游戏呢，来测量了我们家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是。其实刚刚讲了有力量，还有技巧嘛。其实老师可不可以来教我们一下，有些什么样的技巧？就是平时这个训练当中，也有这个，热身动作，就是基本功。基本功，好，我们练基本功。基本功是这个对摔跤是很有用的，很厉害的啊，最有用的是最有用的事情。对，我们就来今天学最有用的事情。行，好，展示几个吧。好，展示几个，好的，来，
首先要展示的是什么？踢啊踢啊！好。哦，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这个踢，这个我觉得看起来蛮简单的，这就是啥了？对，就是这样，不是那么慢悠悠的不是就这样吗？爆发力这个是要有，对要有一个爆发力是这样。OK， 还有嘞，接下来还有就是德和就是蒙语叫德哥，勾脚哈。勾脚哈，哎，这个蛮猛的，这个还有点像舞蹈呢。对，这个还有点像舞蹈的那个形式吗？不是，老师就是不能说这个，不能。哇，这样就更直观了。勾脚哈，绊子就算是一个绊子。OK， 好，接下来还有哪些？刚刚都是脚上的。对，比如说我们在实战，还有就是，阿恰，就是阿恰，蒙语叫阿恰。打鞭子啊，打鞭子，好。好 ，OK。这样是不是您刚才绊他的时候，我们的就是这条腿其实是抬起来之后，这条腿会更稳？对这个身体这个。刚刚敖老师是绊他的时候是用的这个嘛，但是赛老师我看他绊的时候，同时他左腿也抬起来了。赛老师是这个。提了一下，好嘞。其实我们刚刚看了那个老师给我们展示的基本功，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经常在家里练一练，因为有的时候也可以作为防身的一种基本的一种方式，对不对？是。各位，如果你看完我们节目之后，对我们的博客这个蒙古式摔跤很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来挑战一下我们2位超人。是。2位超人可都是我们冠军级的选手，如果你想挑战他们的话，可以艾特我们的官方的新浪微博来发起挑战。如果你够厉害，我们会有相应丰厚的礼品送给他们。或者是，要是想学的话，就是可以找我们去内蒙。找你们去内蒙找内蒙，这个吃羊肉，然后喝大酒，跟我们队员们，就是跟我们的徒弟们一起学这个欢迎大家。路费我们不承担，老师可能也不承担啊。是，但是今天2位老师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为我们各位观众来揭晓我们今天答案的谜底。是。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我们的博客大赛参与的人数是 A 单数 ，B 双数。老师，究竟哪个答案是对的呢 ？B 双数。双数，对，恭喜选择 B 的朋友们了，您将有可能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为您送上的精美礼品喽。好的，今天非常感谢2位老师来到《我是超人》这个舞台，给我们展示了蒙古族的博客这样的一项运动，其实也给我们展示了那个蒙古族人民的热情与他生活的一种方式跟习俗。对，我们平时一直在说套马的汉子多么的英勇啊，今天我们终于见到了，而且他送了我们很珍贵的哈达，对，还喝了马奶酒。对，我们要谢谢2位老师，因为还是那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才是最伟大的。其实很多东西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活给了我们很多智慧，我们用心的去发现，就会能感受到它的发扬光大。谢谢我们的2位老师，谢谢2位，谢谢，梅子萨，梅子萨，谢谢，谢谢梅子萨，梅子萨，谢谢，谢谢2位老师，请先休息一下，谢谢2位，谢谢，辛苦了，好，谢谢。哎呦，我觉得2位老师真的，一下台之后，我们舞台突然变得好空旷，有没有？但是2位老师，别看这个身材很魁梧啊，但是我觉得他们2个性格很可爱，很耿直，很憨厚的，对，是非常可爱的汉子。那节目到最后，我们要看看我们刚刚经过这一期的节目，看看哪一个队获得大奖。好，来看一下大屏幕。恭喜我们的 L 队这次获胜了！哇，恭喜 L 队！是的，我是超人，做自己的超人吧，下次再见，拜拜。